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今年新增加订录的有新名纸模保存者郭金忠，也有茶小年变塑保存者叶志成，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因的功夫。一顶一顶功夫有路的新名纸模是艺术郭金忠的作品。伊除了是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装笔的保存者，今年佫得到新名纸模保存者的认证。郭金忠表示，新名模分做纸模、银模、金模，甚至有马口铁仔做的新名模。传统手工制作的新名纸模，对身价佮有整体的寸尺比例，拢特别讲究。传统的纸模就是较讲究这较下身，就较缩结，互这个欣赏看的较完美。对这模型，你爱对这个官位，甲这个传统的迄个爱真了解，伊爱研究看真侪古早咱这个古早剧这个内底看无，甲我戏曲内底一寡看无，你拢爱去看。今年另外一位受认证的是茶小灰仔编辑的保存者叶志成。烧灰仔是魏书前时代就有的技法，流传千万年的时间路。过去就有灰仔编辑的这门手路，但是已经强被失传。叶志成为30-40年前开始投入灰仔编辑的创作，嘛过来在推广这项工艺。古早都有这个方式啦，但是不成熟，因为这种物件会死会工，无人要做。无人要做了，传承下来真少。我是以阮的老师傅伊的口中甲咱传承讲，伊早有人安尼做，咱才会揣摩，慢慢把它延伸出一个特色出来。目前，中华县的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计共订录有15种28位的保存者，包括传统木雕、古丁彩绘、电绘等等。今年也有12个文化部核定的传习计划，官府也感谢艺术的推广传承，和传统工艺继续探紧。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